Hello，大家好，我是索然。今天我继续给大家揭秘台州方言中的人称代词。台州方言中的第二人称单数是耳，发音是或所以不少人写方言的习惯用普通话里的这些拟音字来表音。有些人可能会纳闷，耳不是读s或耳吗？我们来举个例子就知道了。这三个字在普通话中的拼音都是耳，只是声调不同。对应到方言的读音有三种。第一种是有些地方会比较混乱，像都个都个啷个第二种是你，像二。温岭话扑克牌中的老二说老你，而到玉环则说丢。第三种是字，像白木耳说白木子，耳机说司机。先看第一种，这种发音是汉字在台州地区口头传承的正规发音，被称作白读，因为它是汉字在台州地区自然演变出来的通用发音，也可以说是地道的无音。第二种是你，保留着古代的发音特点。如果所有的字都按同样的速度演变的话，则完全没有第二种发音。像普通话的你，按照自然演变应该是读耳，但眼看着别的字都读耳了，它还停留在以前，最后变成了你。我们把这种音叫做滞音或者滞骨音。第三种是字，这种发音形成的时间最晚。由于官话和方言长期独立演变，到后来差异越来越大了。为了往官话上靠，后人就造了一种新的发音。这种发音往往是直接使用近似官话的发音，这种音被称作文读。古代官话耳读音近似，近代耳读音近耳，甚至到了现在还有完全抛弃方言改说官话的。由于第三种发音直接借用官话，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汉音，而非吴音。知道了这三种情况，台州话里的第二人称单数自然就是按照同样的演变规律才发展为现在的发音。好了，这一期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点赞加关注哦。